多谢你了。亲爱的平安，恁有欢喜无？是安怎奈欢喜？看到无？哦，安尼我嘛足欢喜看到恁吼。但是咱搁较欢喜的是今日会咱平安到伫咱的圣殿来敬拜上帝，敢毋是安尼？吼，搁看伫咱一礼拜上少一礼拜无看到的兄弟，大家拢安尼真欢喜、健康、平安到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，真欢喜，搁看到大家久久无看的。这段时间也因为恁的疼惜甲带导，互我伫上帝疼的内面引带祝福。今日会当搁徛伫恁头前，做伙敬拜上帝，真感谢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哈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惜，互阮搁一摆聚集伫你的面前，互阮搁一摆用阮欢喜的心情来学乐你，来敬拜你。主你祝福阮今日这段时间，互阮伫你引带祝福下面，阮搁一遍体会主你的疼惜，甲搁来听主你的话语，愿主你祝福讲的人甲喙的，拢讲的甲听的，拢会当完完全全伫你内面受祝福。我哋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。我想恁有小可了解啦吼。阮的诗班甲我做伙咧讲道，毋是干那我咧讲道吼。我已经来几摆过吼，恁有小可有这个经验，所以今仔日我先请快啊吼，咱的诗班先唱一段诗吼，开拓天门吼，来请快啊起来吼。咱拄啊，黄长老带几块诗歌，拢足古锥的诗歌哈。哇，咱毋知咱搁请黄长老拄啊迄第二条歌吼，来，咱放互大家吼，咱请搁徛起来唱一遍啊，啊恁向后转啊。拄啊迄条第二条吼，咱请黄长老，黄长老有伫遮无？哦，伫外口，哦，哎，第二条会使放互大家唱无？第二条诗歌咱搁唱一遍好无？天边花园，咱大家拢徛起伫天边花园。天边花园就是有咱至好的朋友，主耶稣引带咱，吼，所以伫这小小的花园有足侪花蕊，咱拢是迄一蕊花内底的花蕊，每一蕊拢真正水。来，咱请王长老来带咱唱一条好无？来，啊，咱诗班向后转，哈，向后转。哦，这边也有哈，哦。啊，咱徛起来唱好无？啊，诗班请恁落去，甲大家做伙唱。咱做伙来唱一首来，小小花，来，快啊，行出去！快啊，行出去！是无悔伫你的内面，你要完全无想，要互你相信，既无好歹的，永远拢无你归类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伊要保守你对他，是会向你有这花蕊，每一蕊拢真正水。
心，也无好怕伊，永远拢无离开你，对永远讲，愿意要保守你。搁一摆好无？最后，搁一届。小小花园里有这，咱甲想讲，你我拢是伫主内面的花园，你是遮尔那水哦，感谢主来。天要当欢喜的天要花园里，你我拢是无悔的一个男人，天要完全保守。相信我无好怕伊，永远拢无离开你。对我讲，免烦恼，免烦恼，伊的靠，永远保守你。阿门。你有感觉咱诚侪上帝的囝儿足好命的吼？有无？是安怎会有？因为上帝疼咱，因为主耶稣疼咱，因为咱会当互相彼此相疼，咱会当欢欢喜喜唱一个俄罗上帝的歌，咱会当欢欢喜喜看咱是上帝的宝贝。咱若相信上帝看咱是伊的宝贝，咱即马请诗班来献诗，来请兄弟姊妹坐哈。指挥是范老师，请你甲歌名甲大家讲一下，用麦克风哈。歌名叫做求主为我开启天门，求主为我开启天门。陈老师给他扣起。
好听无？透过这条歌，你的心门有被拍开啊无？若无，阮搁唱一个诗歌。好，好，安尼，我要请因搁献一个诗歌。